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uper Mom，坐隔離嗰位咧就係曾經做過投行分析員嘅高 Sir 啦。呢個系列咧叫做基金有得分，學識唔拍燈，希望咧教識大家咧點樣去揀基金啦，就唔使俾燈神困咯。我哋每個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咧講下啲投資啊、基金啊嘅實用知識，同大家咧跟貼個市況，分析大市嘅走向，追蹤一啲焦點嘅基金。嗱，開之前啊，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仲要撳埋個鈴鈴啊，咁第一時間咧就會睇到我哋嘅新片㗎啦。嗱，今集咧我哋會講咧，所有打工仔都好關心嘅強積金部署喎，因為咧近日啦都收到好多咧美債嘅負面消息出咗爐啦，咁有啲人咧仲話啦，美債咧會大跌㗎，好多咧強積金啦其實都會有美債嘅喎，所以大家咧記得啦，要睇晒我哋成條片，事不宜遲啦，高 Sir 啦，咁我哋咧首先咧回顧下啦呢個環球市場嘅表現先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喺社交媒體上面發文啦，咁想加快同歐洲嘅談判啦，咁打算喺6月1號起咧對歐盟進口嘅商品咧加徵50%關稅啦，咁雖然之後都係暫緩嘅，咁引發咗歐洲市場咧有短暫嘅波動，之後咧繼續維持翻升勢啦。咁債市方面，5月尾咧30年期美債債息咧曾經突破5厘嘅關口喎，一度引發拋售潮啦，咁現時維持喺4.9厘嘅水平。債市波動咧都刺激到金價繼續反彈嘅。整體嚟講咧，股市咧都係喺上落偏好格局咁樣。標普500指數徘徊喺5850啦到6000嘅阻力附近啦。咁究竟係繼續破頂啦，定係回調咧？咁好睇接下嚟嘅新聞啦，或者係重磅嘅數據出爐嘅。今個禮拜焦點基金啦，繼續揀歐洲啦，加埋日本嘅基金。咁主要原因係目前啦，其他貨幣咧係繼續維持升勢啦。今年歐羅美、英鎊、日元啦，今年升幅都超過10%嘅。市場資金係繼續流入去歐洲、日本嘅股市，咁我會繼續維持啦。美國會陸續同歐洲、日本等等國家達成協議呢個睇法。咁所以如果間中咧有談判上面任何波折咧，其實都係一個短暫俾你吸納嘅機會。近期有一個術語叫 taco trade 啦，咁即係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嘅縮寫啦。咁意思即係關稅政策反反覆覆啦，今日加完，聽日又暫緩，咁造就咗好多可以買入嘅機會。咁又係啊 ，Donald Trump 啊朝令夕改啦。近日咧有傳咧 MPF 咧受託人咧開始研究，開始開會研究啦。究竟咧美債嘅對策係點樣咧？擔心咧，如果大家一齊去拋個美債咧，人踩人打工仔咧，究竟有啲咩注意先？講翻，因為美債被降級啦，其實香港嘅 MPF 咧都係個持份者。之所以要開會，其實個情況就因為咧積金條例啦寫明啦，強積金係唔可以將超過1成嘅資產咧投資同一樣嘢嘅。最初原因係為咗分散風險啦，不過其實可以豁免嘅。有認可嘅評級機構情況下咧，如果個債券係喺最高評級咧，就可以破例配置超過1成嘅資產。哇！咁真係長知識啦！我哋而家先知呢個條款，即係話如果評級向下跌嘅話，有機會大家要拋美債咯喎。正因為咁啦，原本有好多嘅債券基金持有美債比重都超過1成，好多去到大概3成至4成啦。而家究竟係咩情況咧？3大評級機構啦，都下調呢個美國嘅評級嘅，冇俾最高評級啦。不過而家仲有一間日本嘅機構係美緊美國債咧係最高嘅評級，所以暫時咧都仲可以超過持有超過10%嘅。但係如果呢間日本機構咧都下調埋評級咧，咁就唔可以超過1成啦，咁就要沽貨出去啦。即係如果日本個評級再跌埋咧，其實就要沽貨啦。咁大家梗係關心自己啦，手揸住好多美債，究竟揸唔揸啦？如果推冧咗個價，人踩人咁點算先？持有美債強積金啦，分別有2類啦，一類係純債券基金啦，另一類係混合型基金嘅。前者有4400億港元資產啦，後者大概500億左右。留意翻債券基金都唔係全部都揸緊美債，混合型基金就更加少。即使咧日本公司係下調美國嘅評級啦，亦都唔係唔買得嘅。最多只係咧要減持到要喺1成或以下。如果你隻基金本身有4成咧係擺落美國債啦、美債啦，咁就要沽3成。粗略估計咧，相關金額咧都涉及大約2000億港元。2000億呢個數字好多喎，都好誇張下喎。咁仲如果揸重美債嘅朋友仔，有可能你要提早去換碼㗎啦，係咪？美債市值咧係25萬億美金啦，每日成交大概幾千億美金。咁所以就算 MPF 咧全部沽晒咧，咁使唔使輸我就唔肯定啦。但係相信對個價影響唔會太大嘅。即使要沽啦，咁都唔會一刀切咧，係要求所有積金嘅基金公司啦要即日沽晒啦。
理論上係會有個寬限期可以分段去減持嘅。咁對呢個基金本身嘅影響就大啦。短期嚟講啦，你要換馬嘅時候啦，可能要做一輪買賣啦，一輪操作之後衍生出嚟嘅交易成本啦。咁留意翻啦，美債喺呢5年間係負回報嘅。咁基金減持出嚟嘅資金咧，相對會少咗。咁所以再投資嘅本金咧少咗，咁長遠嘅回報自然有影響。另一個問題就係美債啦，雖然被降級啦，但係佢風險回報比例上咧，仍然係冇其他主權債去取代嘅。咁所以基金入邊嘅其他嘅債券咧，要相應去調整啦，去維持翻成個組合嘅平均嘅評級。咁長遠嚟講咧，個回報係會少咗嘅。咁好似我哋而家呢個階段，究竟咧要點樣做先？咁頭先講到啦，短期影響係唔大嘅，咁長遠嚟講啦，需要係一個減息嘅週期啦，去令到呢個債價升翻啦。咁對於一啲未退休嘅觀眾咧，你都仲有時間去坐翻或者係換馬去追翻嘅。咁但係咧就係退休嘅觀眾咧，情況就相對嚴峻啲啦。咁不過目前啦，日本嘅評級機構都仍然係維持緊最高嘅評級，咁寄望佢頂住唔好降級啊，定係咧而家即刻換馬啊，瞓翻好覺之餘咧，咁仲有機會去捕捉到升值嘅機會啦。咁嚟緊咧，我哋會分享咧第3季嘅 MPF 部署嘅，咁按翻啦你想增值啊或者保值嘅需要啦，去提供翻唔同嘅策略。咁其實啦，每個人其實喺每個人生階段都會唔同噶嘛，啲強積金嘅 portfolio，梗係揾我哋啦，預約我哋去傾下啦，等我哋咧同你分析下究竟咧點樣執翻好個 MPF 個組合啦。想知多啲咧，記得喺我哋點擊下邊 info box 嗰度連結報名約我哋啦，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打91060898，又或者喺留言區嗰度留言我哋啦。咁我哋逢星期1到星期5啦，10點11點就喺觀塘可以同大家1對1免費諮詢。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問題想問我哋，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留言，我哋咧下一集再解答大家嘅。咁最後我哋咧就戴翻個頭盔，以上嘅內容僅供參考，並非銷售嘅建議。有關基金啊、強積金啊詳細嘅內容可以約我哋傾下啦。最後記得啦 ，CLS 條片俾其他朋友仔一齊學下點樣投資，大家錢滾錢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仲要撳埋個鈴鈴。下集咧基金有得分。學識唔怕燈，非常精彩。我哋將會同大家分享咧，究竟日本嘅基金，我哋要揸要進取，究竟佢未來前景係點樣？密切留意，下集見，拜拜。